台湾灯会让23年，今年佫势转来到台北市要举办，市长蒋万安真重视，再去来参加灯会周边商品的发表会，佫来挂可爱的兔仔线灯来推广。另外，有关台北市警察局长的人选，现任的局长杨元明，学经历拢真丰富，从规划要来接任警察大学的校长，但是蒋万安嘛真欣赏杨元明，想要甲留落来继续做局长。有关这个人事的议题，蒋万安保守，无讲伤多，敢若讲会尊重中央的职权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一领纱丽甲兔仔形的线灯滴伫头壳顶，佮详细听设计师的创作理念。台湾灯会周边产品总共23项，有雨伞、号码、蜡烛，其中蒋万安上爱的是这项。你看不出来我最爱哪一只吗？当然就是我肩上的公园兔哦。甲兔仔造型的吸铁灯挂伫肩胛头，推广产品要来吸引民众。上任这2礼拜外，蒋万安已经参加台湾灯会相关的活动第3摆，会当看出重视程度。要办大型活动人潮真多，对提案的要求嘛真悬。不过台北市警察局长的人事传出中央和地方超袂好势。现任局长杨元明警大47期毕业，学经历拢真好，规划要接警大校长。不过杨元明伫台北市对基层刑警开始做，熟悉台北市嘛有效稳定北市治安。市长蒋万安传出嘛想要甲人留咧。杨局长其实在过去这段期间，他尽心尽力，而且坚守岗位。我想台北市相关的治安还有警政业务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。但我想人事的部分，我们就尊重中央的职权。人事安排蒋万安又完全保守，无讲到什么消息。除了北市警察局长的人事，台北市政府也来担任玉华2月做副市长、卫生局长、研考会主委等等的职务嘛，暂时找无人，或者是暂时代理。要全部拢找到人做，恐惊也要互蒋市长一寡时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